台湾文化其实同中国文化用的迄土地两种无共用的文化。你像讲台湾文化同美国文化同日本文化要迄无共用的文化。但是中国文化对台湾文化有各它的影响同政治的关系有一方面的关联。但是我认为台湾文化最大的特质无共用的地方，如迄台湾文化係同土地同沙味亲接近的。比如说呢，在中文系里面，他们可能就会从什么文学的部分，从什么《诗经》《楚辞》，然后一路上下来唐诗宋词元曲，那台湾就不会上这个部分。对我们的系，我们其实也许我们有选修课程是中国文学史，可是我们其实还是会比较以台湾的文学的发展，所以我们也许我们在谈更早的发展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从包含比如说原住民的神话传说，对，然后包含也许到有一些外国人来台湾，然后从一些好像发现福尔摩沙。类似这样子，有一些文献记载啦，然后甚至后来慢慢有一些文学的表现啊，这些，对我们其实是会更关怀这些部分。但是我们也有一些所谓的共同的部分，指的是我们其实都在台湾然后呢，面对的是不同的，就是说文学发展的脉络跟架构，因为你关心的东西不太一样，所以呢，因为我们以台湾为主的话，可能有更高的当代意识，对。那有更高的当代意识，可能就会有更高的一种社会参与的意识。只要这个写有关台湾的历史、土地、人文，所有这的台湾人，不管是伊是台美人伫美国，还是讲伊台日，伊是住伫咧日本，甚至是伊是住伫咧这个非洲，这个所在，这拢是台湾文学。当然，台湾文学的这个定义过去到今，一直有一寡讨论甲争议。譬如讲，这个语言是要定啥物咧？是毋是华语较会使代表这个台湾文学？当然，以即摆市场来讲，华语文学变做台湾文学来研究一个足主流的一个现象，这咱无法度通去否认，甲无肯定吼。我特别想要强调的就是讲，实际上台湾文学。包括台湾文学系的这个设立，伊的背后的这个真大这个背景，就是讲伊过去时代的这个关系所以不管是台语、原住民语，还是客语，总是一直咧互拍压落来这个状况。本来台湾上早的报纸其实是用台语文发行的，到尾禁止无去。所以照理来讲，就是讲用这个在地原住民语言，还是讲用台语文，还是用客语文写的这文学，应该爱，我想是咱台湾文学应该爱拍拼推送，拍拼推广的一个真足必要性的这个物件。台湾文学伊嘛是世界文学，毋是讲啥物文学伊就会使食啥物文学落来。啥物文学，伊就是较矮，我认为毋是安尼。台湾文学其个作品，因迄呼应遐个沙味的变化，因迄呈现土地的改变，也迄同中国文学亲无共用的地方。故说也要迄台湾文学史当方人看到的文学作品，为日本时代像讲奈何。杨奎今日写的作品，到当代青岛作家伫咧写的作品，时常喺思考同沙味同土地嘅关系，也个喺台湾文学嘅特质，伫个真特别嘅地方。但是为研究文学研究嘅范围来看呢，台湾文学今日係一个真开放嘅，真如像头头讲咧，佢讲咧，迄模糊无边界，也係一个优点，因為佢可以接觸無共用嘅領域，無共用嘅學術背景嘅人，要可以來研究。像講為社會學嘅角度可以來研究台灣文學，為歷史嘅角度可以來研究台灣文學。所以台灣文學基本上佢係一個真開放嘅。但是人要曉思考，佢嘅
主题都大系嘛嘅，眼是讲英语台湾文化，同中国文化，有差异性最大嘅，如系语言嘅部分，就是语言的部分，俺哋要强调一个本土母语嘅重视，如系对台语客家同原住民嘅语言嘅重视，也系俺哋可以讲，俺哋同中国文化最冇共用嘅地方。